呢度係香港深水埗嘅新高登電腦廣場，入邊有好多二手電腦、二手電腦零件售賣，我哋入去睇下。商場裏邊呢，除咗二手零件，亦都有全新嘅零件售賣。有時間過嚟行下，可能揾到心頭好。下次再介紹香港嘅資訊俾大家，再見。